来继续来到台中的清水，这个冠村文化园区邀请艺术家来驻村。今年是以艺术转运站为主题来举办创作的展览会，希望透过艺术家无同的角度，让民众对清水的冠村有更加多元的感受。 清水冠村文化园区办理美卫生实验创作基地，今年以艺术转运站做主题，和艺术家伫旁下举行创作成果展。我希望就是说，每个人来这边打卡的时候啊，可以去思考有关家跟人的一些关系，然后把这个爱跟温暖带回家，也是在这条旅程上面去寻找家的定义。 今年驻村计划已经进入第3年，大多艺术家拢有无同的风格，希望透过艺术家无同的视角，会当让民众更加多元的感受。不同媒材的一些诠释哈，让我们这一次的艺术进驻的能量，除了可以彰显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些特色以外，又可以跟国际试着跟更多的可能接轨。短期的到30号为止，介意艺术创作的民众会当把握机会来欣赏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